2025澳門甲組足球聯賽明星選舉頒獎典禮，最佳11人：守門員清風馮志恒，後衛少將山齊志，奧科精英 Victor， 賓菲加迪亞士，東場澳大羅偉豪，澳大李靜林，奧科精英亞拉奧祖，少將張海山，前鋒少將波迪路，奧科精英徐凌峰，肯西一度，最佳23歲以下青年球員澳大楊力恒，澳大李靜林，最佳教練奧科精英松田裕貴，最佳球證格蘭，最佳神射手嘉華高美斯，最佳本地球員羅偉豪 Victor， 澳門足球先生少將山齊志。